韩国举办 APEC 这晚宴，那是展出传统文化甲特色，而且佮展现出韩国流行文化优势。就是邀请到出名的歌星 G-Dragon 来表演，互大家400位国家的领袖甲企业家等等，看甲真欢喜。Welcome to APEC. APEC 2025 코리아 홍보대사 가수 지드래곤입니다.超级韩流明星 GD 变 APEC 文化宣传大赛，这个上台暗演各国领袖，拢把手机摕出来变卖将，一直伫翕相。坐伫南韩总统李在明边仔的习近平，嘛面啊笑笑，专心伫听讲。过程两个人嘛不时讲话交流。伫千年古城庆州举办的这场 APEC， 南韩搬出镇山堡，除了 GD 加主持 APEC 暗演的车银优，30个找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，伫企业领袖峰会演讲。K-pop success came from respecting diversity. 精彩的传统表演，互大咖咱国领袖代表林信义甲查某囝林文轩专心伫欣赏。这场暗演的佳肴是由出名的影集《欧北大图》当中参加比赛有名的总谱爱德华李负责，以迎合韩国甲西方料理，展现南韩甲世界文化接连的精神。30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传授会了后，随坐飞机回国，后壁行程拢由财长贝森特代表。南韩总统李在明嘛未用接待其他各国领袖，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。虽然伊迟到15分，不过气氛袂歹。习近平面上充满笑容，甲进前伊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场边会谈的时阵，严肃的表情无共。上任了后头一届甲习近平见面的高市早苗，嘛伫这届会谈了后对外表示，伊有甲习近平表示良好的两岸关系对区域稳定甲安全真重要。习近平嘛搁再甲日本确认会做伙推动战略互惠关系，搁表明希望日本遵守实行中日4个政治文件。国际新闻，洪如梅编译。